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可以给隔壁来请安说，今天你要得到幸福，好不好？来。这是我们现在的推动的幸福小组一个口头语，是叫祝福人家有幸福。愿神将他的恩典赐给各位。我们今天要进行到正路人生的系列的讲道，我们在领受前起来祷告。耶稣，感谢你，感谢让我们这个福分一起在互相教会得到神的恩典，一起受装备，也一起受造就。主啊，是因为你的话语永远对我们是新的能力跟助力，所以我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我们迎接你，求你借着你仆人来工作，让我们亲自受你话语的祷告。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正路人生呢，它分了4个系列。那我们今天呢，是我们第3个系列的建造人格的最后一课。那所谓建造人格，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给我们不同的属性、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人格的一个凸显。但是这些基本的人格的养成当中，有一些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得到新的亮光，然后让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社会。今天的故事，刚刚读的圣经，你们应该会很有印象，因为在约书亚记里面，这段经文也是非常经典的，因为他在谈到约书亚另外一个同伴，也是最棒的助手英雄，就是迦勒。他们2个人的故事大概串联了整个摩西之后接了他的棒子进到迦南地重要的一个影响领导的人物。那我们今天的是已经到第17周17天了，它的主题叫做征服教造。那我们初看这个题目，一定会认为说，这个迦勒的故事是个英雄的故事迦勒的故事是一个神特别祝福的一个领导者，一个将领。那为什么跟教造有关呢？那我们读圣经就是很有创意，读圣经要有新的亮光，读圣经要有新的启示。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今天要学迦勒他忍耐的功夫，迦勒他沉稳、坚定、信心的功夫。迦勒是一位能够上帝时机的人，而不是自己去随便乱找，而是神什么样的时机给他，他就沉稳的预备、等候，然后将最美好的成果在最后神给他应许的时候。14章6到15节的经文是记录迦勒得到希伯伦这个城市，或者说希伯伦这一个地区为业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很多应许当中成就了，不过今天的重点是迦勒为了得到这一块应许的地，他等了几年？等了45年。45年，如果在现在只是人的一半的生命了。那在早期，如果不是圣经时代有一些长寿的人，早期呢，有的人能够活到50岁，但是人生已经是满足了。所以等于是他用一生的时间在等候神给他应许。迦勒有很多英雄的事迹，那最著名的是我们从年前，今天是他的一个最后的恩典，神给他应许。但是当时神怎么给他这样的应许呢？就是记录在民数记13章这段经文里面。第1节这样说：上主对摩西说，你要从12个支派中各选出一个领袖，派他们去侦察迦南地，就是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这个故事的开头是因为摩西已经带领了百姓出埃及过红海，来到这一个旷野的时候，从他们当时的时程，他们的计划
是准备要进入迦南地，准备要得到这个迦南地为业了，所以他们才派探子，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因为每一位都是代表一个支派，每一个都是代表族群，而且是最精壮的勇士，一共12个，每一个支派一个，然后进入到这个土地，要侦查，了解他们神给他们赐的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侦查敌情，侦查那边的人，侦查那边的土地，侦查那边到底有什么生产。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作业，因为当时要去侦查还是有风险的因为当时可能大家不知道这群人是谁，但是为什么你会查这个东西？为什么拿那个东西？你的口音、你的讲话、你的外形不大一样啊，这群人来干嘛？所以风险是很大的。不过摩西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就是让这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看。那第6节记载，迦勒是谁呢？他是犹大之族耶孚尼的儿子迦勒。我们从约书亚记可以看到，在12个支派当中，犹大这个支派很特别。特别是应该是说特别被神所高举、所祝福的。虽然犹大在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他们是最长子，但是后来神好像特别祝福这个支派。在属灵上，他就是长子。我们听到一个犹大的狮子这个故事，就神特别祝福了这个犹大，因为我们看到犹大的故事这个祭司拉合后来承接了，我们有波阿斯，我们有路德来接受了，接下来就是大卫王，以及后来的主耶稣，都是从这个支派从这个支系下来。那迦勒就是其中的一份子，那可见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分量。那21节开始的记载他们怎么样的侦查，怎么样得到什么结果。他这样说：于是他们往北走，从南边寻旷野，一直侦查到北边哈马隘口附近的利河。有时候他们到这个地区探寻不是1天2天的事情，是一段时间。他们要隐藏，或是要他们用不同的，很像我们的侦探的电影一样，他们要避开一些敌人的侦查，然后把这一块的地形、地势、所有的物产、所有的人民都侦查一遍，然后带回这个讯息来到这个摩西的手中。22节说，他们先进入到地南部，然后来到了西伯伦。这地方很特别。所以他们特别写了这样的状况，说住在那里的人有亚西曼族、士衰族、达买族，他们是巨人亚纳的后代。巨人他表示这边的人种是特别的高强、特别的壮大、特别的战斗力。那这个西伯伦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很适合人在这边聚居，在这边成为他们一个非常安稳的地方。我们最近在唱诗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唱到一句话？牧师最近唱那一句话就有一点很奇怪的感觉。他说：“上帝是我的山寨，对不对？山寨。那山寨原来意思是很棒的，就是说一个堡垒但是最近说你中国人好像叫山寨的，跟我们取名山寨，看这句话好像那个味道都没有了。山寨什么意思？山寨就是盗版的所以其实呢，原来英文叫做 fortress 应该是堡垒坚固的堡垒所以呢，不知道以后我们在唱诗都会改成堡垒或者怎么样。反正山寨在当时的西伯伦就是一个非常棒的 fortress， 一个堡垒。而且它历史那么久，你看比埃及的索安还早了7年建造，所以可能是古代的文明当中，西伯伦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这边有亚纳族的后代，是巨人的后代。那他们怎么样呢？当然不放过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是最重要的一个侦查的点说他们怎么样呢？来到以实各谷，在那里砍下了1节葡萄枝。换句话说，葡萄不只是
是连枝都把它砍下来，是为了这样可能比较好提啦，好带，好那个，因为要返回到我们自己的地方啊。不过这一段文字让我常常感觉很纳闷，很奇怪，怎么那边的葡萄是这样子的？他说要2个人用杠子才抬得动，要用杠子抬得动。你们吃过巨峰葡萄吗？你吃过中部那些好吃的葡萄？它都有一包纸袋，对不对？一手拿就好了，一箱也差不多手提就够了。为什么？一串葡萄要用2个人扛。那基本上呢，我们知道不同的产地、不同的物种，它其实它的那个外形是要超过我们自己原来的想象，原来我们的想象，因为不同的地方的出产的就是有它特殊的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常常在判断的时候，我们尽量，特别是在谈到旧约啦、新约圣经里面谈到一些动物啦、植物啦，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点跳脱我们原先的观感，因为我们接受的知识在台湾或是在图片上看到，但有一些基本上就不是我们常识里面的。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讲说，有科学家发现一个化石听说就是最近一部电影所出名的叫树懒，有没有？这个动物方程式这个树懒它的动作很慢这样子它感觉到很可爱原来古代的树懒说，一只大到像一只大仙女那么大。你会想象说，树懒怎么演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要跳脱一些平常你的观感，你就会知道说原来真的有这样子前几个月的谢牧师在我们的那个停车场看到奇怪，这个树长一个果子很有趣。那个主人跟他讲说，这个就叫树葡萄树葡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树葡萄起来酸酸的还不错吃不过就是不习惯，因为平常我们吃的葡萄不一样。那他们不只带了葡萄回来，而且他们带了一些石榴跟葡萄，就那个地方的出产，判断这个地方什么样的物产，他们就是把这个整个侦查东西都带回来。那我们还是会对这个要2个人用杠子来抬这个葡萄很有好奇那其实我以前也没有什么概念，反正就是圣经写的一定是事实那没有概念。但现在有图为证，真的有图为证。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以10个意思是1串葡萄，以10个就是1串葡萄。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砍下来1大串葡萄，所以就把它称作以10个。探子在那里侦查了40天以后，就回到巴兰旷野的地加石。好了，除了物产特别以外，他们这一段探险的过程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转折，因为他们来跟摩西、亚伦来报告他们所带来的资讯，还包括那些果子，把他们带回家给他们看。但是结果算不是很完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告诉摩西说，就是迦勒跟约书亚的讲话，他说我们侦查那个地是流奶跟蜜的肥沃土地，因为拿水果回来做证说这就是那个地方所产。如果到这边看起来一切都很完美，不过很可惜是因为其他10个探子讲的不一样的话。所以迦勒也因为这个样，跟今天的主题有关，他一等就等了45年。好了，我说有图为证，是因为1大串葡萄要用2个人才抬得动。我们再怎么想，巨峰葡萄再怎么大，也没办法大到2个人扛。真的有图为证，因为这一段的话就看到，就是迦南地的葡萄就真的那么大。我不知道这个口味好不好，因为我们台湾不会改良葡萄很好吃这个葡萄不知道好不好吃，真的比1个人大了2倍，对不对？是真的，迦南地的葡萄是长这样子，而且真的有人在这个party 在家人华会的时候，就真的用扛1串葡萄。你看那2个人扛的那1串葡萄，真的是要用2个人扛，不然你们1个人拿不动，对不对？所以我们很难想
们在这边吃的葡萄跟那边的葡萄不一样。但是重点是在于说，加勒他们把这个讯息带回来，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照相机啊，真的把那个葡萄带回来。好了，那加勒呢，在那个时候看到希伯伦，真的是一往情深的，他是情有独钟，他觉得这块地就是我的啦。那他没有贪心啊，他就跟上帝祈求，他就对上帝祈求说，将这块地赐给我。他为了达成他的愿望，他就尽忠到死，尽了他的本分，因为神应许他，他就这样子执着，到最后达成。结果呢是什么样的土地呢？有一些资讯这样写，他说位于耶路撒冷以南32公里的犹太山地之上，它标高930公尺，在以色列的土地算是一个蛮高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到台湾的一些这个中海拔的山上像比如说我们到日月潭，它好像才300-400公尺那大概你要到阿里山阿里山或是在半山腰混起湖那个地方，大概是快到1000。那在宜山就1500公尺，1600。那表示那些土地的高度是算930蛮高的。那耶路撒冷呢，地势还没有那么高，大概300公尺左右。所以呢，这块地虽然不肥沃，但是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难怪加勒看见了就喜欢。因为易守难攻，非常安全，是真的非常好的山寨。好了，那这块土地呢？你看这个地图这个红线这个地区就是属于犹太的高地。那耶路撒冷是在上面然后呢，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山的山坡下，附近一个村庄。那右边就是死海。那希伯伦就是在这一个高地当中的希伯伦。那最下面有一个叫马萨大，它可以看见死海。这个马萨大是以色列现在的一个精神的中心，也是他们的忠烈祠。因为这个马萨大以前在耶稣的时代，当时的希律王在马萨大也是一点高度，他建了一个夏天的夏宫，对不对？就是他避暑的地方。那些城的遗迹都还在，不过呢，在罗马人攻打以色列之后呢，它整个被烧掉，而且当时有一些马加比运动，那一些犹太人为了捍卫他们的国家，他们就誓死守卫到最后，一边一族，到最后已经围那么久了，他们在马萨大就那边自杀，不投降，所以后来呢？以色列现在建国了70年了，他们每一个军队来训练新兵训练完，就是要到马萨大，很像我们台湾的忠烈祠宣誓，我要一生尽忠我的国家，为上帝征战，死有不后。所以这个地区也算是以色列百姓，虽然那边不是物产最多的，不是最让人家的一个精神的象征。那希伯伦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是它的高地的一些照片看起来有一点不是像台湾那个山林那么的清脆但是还是聚居了很多的现代的城市你看那城市整个山坡完全都盖满了这些树家。那希伯来现代城市就是我们的希伯伦人从加勒到现在，圣经说到现在还是他们子孙在住，当然已经经过2000年。的一个战乱的不过圣经说一直是加勒的后代。那我们从这边也看到说，神应许了加勒用45年的等候，成为今天我们这个圣经的主题的故事。我们一起要学习加勒他怎么样来得到这个应许，因为世事转变。他们当初去做这个侦探，加勒以为说，那顶多再过个2-3年。我们把这个敌人赶走，我们就可以安稳居住在我要的这个土地了。但是，因为这个侦探探子回来，
报告的所领受的不一样，那神就在这个事情上让他们多得40年。但是迦勒真的交战，他沉稳坚定，领受这个祝福。因为圣经迦勒在给约书亚这样讲说：现在，请你把上主应许给我的山区给我吧，就是我和同伴回来报告那天上主所允诺的。他把45年前讲的话重新再跟约书亚讲一遍，说我45年，我愿意给他。所以刚好读的经文说，约书亚就祝福了迦勒，而且把这个土地给他。那当日呢？对上帝得到应许，但是他一等就45年。其中的原因，刚刚已经讲过了。12位探子只有迦勒跟约书亚有足够的信心，有足够的强大的信心说，这个就是神给我应许的。但是很可惜，另外10个吓坏了，他讲的话完全是负面的，导致以色列百姓到后来在旷野漂流的14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个故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若从人的角度，你在读这段经文，你知道那10个探子讲的才是真实的话，对不对？他们讲坦白话，他们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些都是巨人，那些都是 NBA 的高手，你怎么跟他打？从人的角度讲对啊。问题之在于，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是一群离开埃及出来得神应许的。你已经走那么久了，竟然没有看见神给你应许这个信心。所以，迦勒跟约书亚，他们不是讲谎话，他们是讲信仰的眼睛看见的话。只不过，那10个探子讲人的话，讲人的智慧、人的经验的话。虽然讲实话，但在神面前根本都不受教，根本就离开了那个信心。所以呢，讲实话的人，最后是被拒绝。所以你会看见说，我们的实际跟信仰，它的样子效药，那个表现，那是多大的信心啊！那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所欠缺的。我们要去追求的，就是这个关键。好，那迦勒他用沉稳坚定的信心，让我们学习到一些功课。各位，我们都知道，台湾现在的社会要进入到整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跟着世界的脚步在走，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觉得每一天都很幸福，因为我们是在竞争激烈的、焦躁不安的社会。年轻人，我们在产业，我们在工作。很多的挑战，常常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你今天有今天的案子，明天有明天的 project， 那很多的事情你必须要赶，要身体要我们说的爆肝，你就要完成任务。所以呢，很多人讲说一夕成功，一夜致富，所以台湾也发生很多后遗症，因为很多人用诈骗，因为人在焦躁当中。没有办法冷静判断，所以很多人被骗，所以台湾变成诈骗王国，很不名誉的名称，竟然出现在我们台湾。那我们面对这个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一个焦躁的环境。那你怎么样在你的品格、你的人格上，从这个经文得到学习呢？这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主题。我们常常在追求效率，我们常常讲说快才能完成。我们的口头禅变成这样。那中国的风云人物马云，他就讲一句话说：天下所有的成功是唯快不破，而且快才能够解决事情。所以你看见了，他做了一些产业快到让你跟不上来。我们台湾还在谈说，怎么样用那个电子支付，他们已经支付宝都做出来，而且攻到台湾来。他们的那个电商产业我们台湾人被打得稀里落落，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上他们网上买东西，他有办法从中国寄东西过来，而且还比你便宜，你看这东西啊。虽然感觉上好像快，
能解决事情，但是那个是后面付出了多大的那个代价。但我们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要快来解决。我们看到这个书本呢有一个焦躁夫妻的故事，那这故事有一种经典的故事，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一对夫妻不知道什么事情忙，他说就匆匆忙忙赶上高速公路，然后呢，他的孩子也跟在车上，然后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可能上个厕所喝个茶，马上就赶路了。车子一开，离开了那个休息中心，就上路。前天太太讲说，我女儿在哪边？怎么没上车？为了赶路，不知道女儿没上车，那怎么办？赶快冲到前面的交流道，绕一圈再回来。到交流道的出入口那边，有那个救护车在那边红衣，因为他的孩子看到爸爸车开了不理他，吓死了，赶快跑出来要追那个车子。那你知道高速公路怎么可以跑人出来？我们2个警察不是在那边，连在路肩都被撞了。所以这个夫妻变成说一生的悔悟，一生的懊悔，说我为什么急那么快，连孩子都忘了。我们台湾常发现这种事情一个妈妈带孩子出去游，为了到全年买一个牛奶什么的，他就把车停在路上，把冷气开着，让小孩子在那边睡。一出来，车子跟人都不见了，因为有人守在那边，把你车子开走都不用锁，因为你在里面还开着引擎连那个贼也不知道是原来后面睡了一个小孩，开到半路才知道说一个孩子在哭，那赶快把孩子丢下来，车子开走了。那也到最后了，变成一个社会新闻。有时候焦躁，我们有数据效率是很好，但是一旦焦躁，你的心就不安定，不安定就容易出错。像这样的夫妻发生这种惨事，才让人家很惋惜。我们焦躁的什么原因呢？有3大原因。第一个，因为你无法预知未来，你没办法确认明天会是什么，所以你会为明日焦躁忧愁，这是难免的。因为你为了要让事情好，你会有焦躁，但是有时候是因为你对上帝的应许不够认真去追求，不够安定你的心去等候，那事情还没来，你就先放在你的脑中。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那个腓立比书第4章那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不要先忧愁了，你为明天上帝给你的，先献上感谢。”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深度的，因为你还没得到应许，你就先感谢神。今天第1堂礼拜结束的时候，遇到我们教会的姐妹，她的先生在去年过世，她问我一句说：“牧师好像梦见我先生不知道在哪里，还没有他没有给我回复。”我说：“你不要先这样子，你不要问上帝说上帝我先生有没有到天堂？你问这句话你就没有信心了嘛。你要跟上帝说，上帝感谢你。”我的先生在天上活得快乐、平安、喜乐，我要感谢。人常常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判断，就用负面来思考。扫罗王是个最好的见解，就是说他因为焦躁，等着要作战了，但是呢，这个技术还没来，他竟然想一想说这个程序太简单，我自己来。我自己献祭看起来行礼如仪，他做的也不输给自己祭司，但是他僭越了上帝给他的应许，他的位分。因为古代只有祭司才能做献祭，他这样的焦躁，竟然没有让他打胜仗，而且神惩罚他。把这个王位都失去，你看这样的代价是何等高。第二个，我们常常眼中只看自己的想法，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只在意自己的想法跟我们的计划，所以呢，
没有将你的眼目专注在神那边，你没办法领受到上帝给你应许跟命令。你不会觉得说啊，神在这条路上，我看到他神的那个应许，慢慢一步一步。有人说很像啊，这个云啊飘过来了，雨还没有下，但是你知道说这个云一来，在某种程度之下，它就会变成雨水。有人可以看到那个兆头，看到那个预兆，但你没办法从神给你的一些步骤，你知道神给的应许是确实的。一旦你对这样只看自己，用自己的判断，用自己的方法，我常常会出错。所以不止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反而忽略自己，没办法察觉疏失。很多人他认真埋头苦干，但是最后发现他所做的竟然不合这个时代的需要，因为他认为自己做的才对，根本没有去看见这个社会的变化，那多可惜啊！你认真，但是没有看见神给你的计划。第三个啊，最让我们小心的就是，它有一个属灵的空间，在这个我们看不见的第四空间，有灵的教导。你若不很细心的，你很安静宁静的交托，你会发现说人的计划再怎么完美，一旦有一个小小的波折，就完全损败，完全的破功了。那你请记得，在某一些特别很多重大的事情，你要求神来遮盖，求神圣灵的保守，那不要被撒旦所挑拨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撒旦挑拨，你发现比如说你做的事情，竟然是在害神的教会，害神的事工。所以撒旦常常会制造负面的情绪，失败的念头。那你觉得啊没有用了，不要等了。不要再管了，那种负面的，让你没有办法学习像迦勒一样。好，那我们最后要一起勉励，一起学习说，用耐心胜过等候。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说，等候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对不对？年轻朋友在等另外一半，你会觉得说，啊，怎么都时间那么久啊，度日如年了。那有的人呢，在等车，在等某一些啊那个等飞机什么的，你都会觉得说，哎呀，时间怎么那么慢呢？通常会附带着你一种焦躁，一种心中的烦恼。那你要先学习去面对这个，而不是事情到底顺不顺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10个童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版本。5个聪明的童女呢，她有耐心，她知道新郎新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就好好的预备，尽我的职分，在那边等候，把油灯都准备好了，然后很顺利迎接到新郎。那另外5个以为自己聪明，那圣经说这个是最愚笨的，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做的最理想。又可以玩，又可以休息，又可以领受到新郎的快乐，哇，什么事情都要。但没想到他们一偷懒，一疏忽，新郎已经来了，门已经关了，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跟新郎新娘一起快乐。等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会妨碍你，所以常常等待会伴随着一些苦恼、焦虑。哎呀，事情怎么那么难呢？那么麻烦。等候。那其实记得，我们等待的时间也是自己跟自己征战的时间。因为有时候你耐不住了，你等不及了，到最后是事半功倍事倍功半，因为半途而废。付出了心力，但是没有得到你想要。那这个功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职业、你的学业、你的人生经历当中，我想你最体会、最真实的。我们怎么样让你的心情能够很稳定，去得到神所应许？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的信仰确认一个忍耐等候的理由。第一个，
你让你心里面确认这3点。第一个，确信上帝掌握我们的未来。只要你跟神连结了，你将一切交托了，神给应许就不落空。那你这个信心是你整个信心英雄都经历到的。那你要经历神更大的应许，你这一点要经历过。我们看了很多故事，我们简单的说，大卫王他被扫罗所在追杀的时候，他躲到亚杜兰洞，然后他知道，因为他知道那个扫罗是神所高牧，他不能离开他。有很多时间他可以把它解决掉，自己取代做王，但是他不要，他要让神自己处理，他就等候，而且他来了亚杜兰洞，神没有用出手自己解决，神自己帮他解决，所以他们在亚杜兰洞能够躲过扫罗的追杀。摩西他在旷野，在米甸的旷野，要等候神的呼召，等候了40年。约伯在遇到患难，家妻离子散，家连破碎，但他还坚信神给他的应许，他不离弃，他不离开神。他的朋友一直在劝他，甚至他也曾经抱怨过，但是他就不离开神。神最后的应许是加倍的，而且是不多。保罗，他为神一天一生嘛，他悔改之后一生为神工作，传福音，整个地中海跑遍了，但是最后竟然是被抓到监狱里面。他有很多理由，足够的理由来抱怨神，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我为什么那么样，那么少，做那么多事情，竟然被关。但是他没有，他把一生最重要的心灵的体验，圣经给他，神给他一个智慧，他人生的体验，然后圣灵的光照，他写下了非常宝贵的狱中书信。整个保罗的神学几乎就是我们今天2000年来教会的主轴神学，不是用保罗他的神学观念建立下来。他如果在狱中一直埋怨，一直跟神抱怨说为什么我遇到这种境界，他就没办法静心下来，把一生的精华思想透过狱中学习，到今天我们还在学习。所以基督徒的功课是什么呢？你不要为着不明确的事焦躁不安，你愿意耐心等候。第二个，因为主耶稣给我们上帝国新生的应许，在耶稣的时代，百姓都在等候弥赛亚出现，但是有一位老人西面，他一生都专心等候弥赛亚，所以他得到上帝的使者给他显现说：“你所期待的弥赛亚今天降临。”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结局啊！是一生的等候。感谢主，我们也会碰到说，基督徒学习到这个功课呢，是在等候你会产生一种负面情绪，等候的时候你会不内疲累不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要用不好的方法来处理你的情绪，请记得这个时候要默想救主耶稣，你要用祈祷操练忍耐的功。可这为什么？我们知道天主教的耶稣会的一个他们的这个支派这个天主教最重要的一个派别，他们的神父都要做操练静默，所以他们常常会闭静有时候他们当神父1年可能要上半年或下半年有几天的时间完全离开尘嚣，到他们的一个闭静的一个灵修院，安静不讲话，安静跟神静，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心才是清净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看见自己，然后从神得到新的力量。那基督徒请记得，你跟一般人你有2样，你的时间也是24小时，你的精力、你的智慧能力跟他差不多，但是你得到的武器就是有神的光照，有神给你属灵的智慧，去看见事情的本末，看见事情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元素，那你就从那边得胜。好，上帝应许第3个就是意象要成就。所以呢，从这一点就发现说，神应许说主耶稣要再来，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在我来之前，
我给你们大使命，你们要到各地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要忍耐等候，并继续执行这个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到处去传。所以6年我们看到周报里面有报道说，我们教会在3月的时候就推动了第1期的幸福小组，因为大家都还不熟，所以有2个小组开始来运作。那现在已经运作到第4周了，第5周这个礼拜2就是有朋友要再进来，他们这些慕道者，他们从错误中学习，因为没有人教自己来所以一步一步错误中大家一起改变，他们越做越快乐，越做越觉得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好像这一群灵魂是在他们的手上，神要借着他们来带领他们进到教会。所以现在在规划，因为这些慕道友大概用18周的时间跟他们一起在一起，然后一步一步让他们体会到原来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一个族群是那么样的快乐，是那么的温暖，是这么的喜乐，我愿意接受，因为他们要先被感动，要被你爱他所感动，你尊荣他所感动，你关心他所感动，然后他知道说原来你们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神给你的能力。所以他也要接受这个福音。我们的幸福小组现在运作到第4周，每一个礼拜看到他们的报告，就感觉心中非常的感动。但是呢，这个幸福小组不是他们在做他们的事，跟我无关，因为我们刚刚讲是一个圣属灵的工作，我们要有一群后备部队在后面为他们带领，他们的前线打仗，你在后面举手手动祷告，这是他们。幸福小组的第1组人龙组，他们一群作者的大概都是认到，他们在一起领受一个美好的时间，每一个礼拜1个半小时，我们的快乐的时光、温暖的时光、幸福的时光。这是第2组在为我们当李先生家，大家一起分享神的爱。很多弟兄、很多姐妹，他们第一次要在陌生人面前讲他的信主见证。可能这个很紧张，不知道讲哪一个他们才听得懂，要运用他们的话语不能讲太多术语，让他们一步一步修正，一步一步学习，越讲越有力量，越神恩典在里面，圣灵的感动在里面。很多人还不到是第4个礼拜就已经开始要决志，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到教会？其实我们有好几位已经在教会，因为他们感受到说你们的团体是我在社会里面看不见的。那这个是新牧师在这个小组里为大家祝福，看每一位新朋友他都会按手在这里心里面做祷告。那是我们的小组开始设计这个邀请卡，邀请你们迈向幸福决志。那等于就是说，他从我们原先的这个福音茶会演进到福音茶会的一次的感动，那这个是带状式的，是连串的8周的感动。让他们觉得心完全被融化接受，是因为受感动，是因为感受到你们的爱，所以我愿意加入这个团体，接受这个感动，然后认识真理，认识耶稣，认识福音。那这是我们的幸福卡，怎么样让他们决志？所以什么平白无故要他们签那个决志卡，他们就要呢？不是口才多好。这个东西多好吃，送的东西多宝贵，就有神的爱在里面。所以我们期待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有一天都要成为小组的同工，因为神把使命不是交落在这2个小组，是交落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因为耶稣再来应许是等候你，是不是把福音传遍是不是领人归主耶稣才来那你没有做，你怎么说耶稣你在来？你的最后的救赎恩典要领导，但是你做你的任务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执行神给我们大使命来完成这个任务。那这是我们已经预计我们邀请，虽然只有2组，但是我们预计在6月3号，就他们的这个幸福小组完成了18周的一个运作之后，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一群新朋友带到教会。你知道，当我们把教会看成是他们来的一个贵宾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你会把最好的位置给他，你会有一群热情的朋友同伴来陪伴他。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你既然是
福音组织要带到教会里面，我们何不趁这个机会？你原先还没有加入幸福小组运作的人，你也有你的 base 啊。为什么这个 base 是最好的、最棒的，是你觉得你最希望他得到恩典跟祝福的？那这些人每个人都有啊，多跟少而已啊。你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在1个月前，你就开始在神面前跟神祷告说：我这个好同学，我这个好朋友，我这个好同事，我这个好处 B， 还是我的亲友，我准备要带领他来接受福音组织。因为我们那天要请一位林长老，他很会布道，要把生命的故事、把信息传播给大家。那不只是这20个幸福小组的 base， 而是你也带了你的新朋友那一天一起领受这个荣耀跟祝福。那我期待你现在就开始预备心，要祷告，不是说临时想到真的我邀请你来好，这个马上共呼了没有用。因为你要先经过圣灵的感动呼喊，为他做守望祷告，而且呢，最好是在这个月当中，至少见他1、2次面，邀他出来下午茶，或是周日的时候，邀他去走走逛逛，然后将你的感受分享给他，你的爱分享给他，让他知道你是他生命当中很在乎的朋友，然后你邀请他，他觉得说你邀请是很慎重的。你邀请他是非常诚恳的，那他才会被感动来，而且来心已经半开了。一旦经过信息圣灵的感动，他就能够接受。那这一群除了被神之外，我们你带来的新朋友，经过福音的一个讲述，还有后面还有一个陪伴，希望这一群人就是我们下一次幸福小组你的一个基本的 member， 因为他们已经被经历过。所以，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主动的出击，让这个福音能够呈现，让我们教会得到更多的利益。那这是牧师在今天这个主题当中附带邀请大家一起来努力。那6月3号2堂礼拜，你觉得你的朋友是说台语的，你就让他9点来8点50来。第2堂就是说国语好，最后我们要一起从这些话语得到学习的。林肯他在面对南北战争当总统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一位他的部属在他的办公室看了一本圣经，那本圣经已经翻得很老旧了，但是常常在翻到一个页里，那里面的经文画了好几画，他一看就是知道这一段经文，诗篇37篇的第7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耐心等候。记得林肯在处理国家内战的时候，他都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你还有什么难的事情，像南北战争那么困难，你难道不会安静等候他吗？所以耐心等候并非无所事事而是耐心操练自己能力跟智慧，得到机会。我刚刚读了第2段经文，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回应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至高的上主，以色列的神圣上帝，对他们的百姓说：回来吧，安心信靠我，你们就必得到安全、正见的快乐，你们就有力量。”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到这个安静的快乐，因为神爱，神要给你力量，神要给你智慧，因为像迦勒一样等候了40年，他仍然说。当时的日子怎么样？我现在的日子怎么样？这是多么难得的见证！比方说，他持续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对主的应许，他有确信，所以他身体操练得很好，他的能力、信心都没有失去，多宝贵！85岁，85岁我们都有时候都要拿拐杖神恩典祝福，我们希望你也得到这样的能力。真无教导，你建立了很建立的信心。我想在职场、在你学业、在你生命当中，你会成为一个得胜。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这个回应的诗歌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呢我们作者唱作者来唱这首诗歌，叫他人改变，他人改变。我们有敬拜同工一起来拿麦克风唱这首诗。
当你跟神祈求，他的应许就不落空。牧师要带领大家先做一个祷告。